如果你仲每日再花20分鐘用呢支滾筒嚟死碌爛碌，痛完之後鬆半日，但係咧第二日出嚟跑嘅時候咧，大髀啦、小腿啦，仲硬過嚿石喎。咁我可以話俾你知，其實喺2026年有更科學嘅方法去做好呢件事嘅。大家好，我係物理治療師 Edwin， 而家係2026年嘅3月頭，好多跑友都差唔多收晒爐啦。以前嚟到我診所嘅跑友好多都問我，點解我日日拉筋、日日都碌滾筒，但係啲肌肉都仲係咁繃緊嘅？原因其實好簡單嘅，滾筒只不過係暫時幫你推散股外側肌以外嘅筋膜。缺少力量同控制，其實只會係杯水車薪。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2026年運動醫學界最流行嘅動態長度恢復術 （Dynamic Length Recovery）。研究證實佢增加肌肉長度嘅效果係比傳統嘅拉筋更加有效咁改變結構嘅，仲可以幫你對腳大大咁減少受傷嘅機會。點解要講肌肉嘅動態長度？喺2025年英國運動醫學雜誌 BJSM 講過。跑手覺得肌肉繃緊嘅感覺，好多時其實唔係嚟自條肌肉真係短咗，而係你個神經線嘅信號令到肌肉喺潛意識底下收縮繃緊。傳統拉筋就好似夾硬拉長一個就嚟斷嘅橡筋咁樣，越拉會越危險嘅。而且研究證實，靜態嘅伸展其實唔能夠有效咁減低運動受傷嘅風險，但係動態長度恢復術呢一樣嘢，佢核心係離心加載 （eccentric loading）。即係點啊？即係其實喺我哋出力嘅時候，慢慢咁拉長緊個肌肉，咁樣做可以透過合適嘅負荷，誘導肌肉細胞去增加佢嗰個串連機節。簡單啲嚟講，就係嗰個肌肉細胞增長。我哋實際上咧就唔係真係拉長嗰條肌肉，而係重建緊一條更加長、更加強韌嘅肌肉。呢個就係點解越嚟越多跑手已經唔係淨係死拉筋，而係開始做呢個離心嘅恢復。動作1係離心提踵 （eccentric calf raise）， 目標係放鬆阿基里斯腱同埋個小腿肌肉。咁其實個動作就係咁嘅，企喺樓梯側邊，兩隻腳趌高上去，然後單腳有咁慢得咁慢咁落嚟。呢個動作咧，其實就係對付我哋最常見嘅小腿過實啦。咁留意咧，上嗰陣時候就用雙腳，落嘅時候咧就淨係用單腳，好慢好慢放慢咁落嚟。可以心入邊咁數1、2、3、4、5秒。做嘅時候咧，你會 feel 到小腿嘅肌肉同個阿基里斯腱咧，好似個彈弓咁拉開。一招其實唔止放鬆咁簡單，係重塑肌肉彈性啦、強度嘅好方法，亦都係處理足底筋膜炎其中一個唔錯嘅運動嚟嘅。咁連續咁做5下啦，咁最少要做2組嘅。咁動作2就係橋式嘅離心滑行 （Hamstrings Eccentric Slide）， 目標其實就係放鬆大腿後側嘅肌肉。咁個動作就係咁樣嘅，躺平嘅時候就做橋式啦，將個 pat pat 趌高上去，然之後咧一隻腳踩住一個滑盤啦，或者一條毛巾，將隻腳好慢咁跣翻出去，然之後收翻埋嚟，重複呢個動作。咁好多跑手咧，其實佢嘅大腿後側嘅 hamstring 咧就好緊嘅。其實一來係因為佢哋唔夠力，撐唔住你個推程，即係我哋講緊嘅3關節伸展 （triple extension） 做得唔夠好。我哋用呢個滑行嘅動作，等 hamstring 喺出力嘅時候拉長。如果做嗰陣 feel 到快抽筋嘅話咧，咁就代表你隻腳唔應該滑到咁遠啦，應該要做近啲。或者你做嘅時候咧就唔好做咁多下。咁我哋建議嘅下數就係連續做10下啦，做2組。咁第3個動作啦就係呢個離心分腿蹲 （eccentric split squat）， 目標係放鬆臀大肌啦同埋大腿四頭肌嘅。咁個動作就係咁樣嘅，前後腳弓字步啦。咁記得後踭咧係要升起嘅。咁我哋嗰個重心咧就係一半一半，腰要挺直。重點係咧放落嚟嘅時候咧個動作要放慢嘅。咁做呢個離心分腿蹲嘅時候咧，需要一定保持我哋嘅軀幹穩定啦、挺直啦，用大概5至6秒嘅時間，慢慢由直立嘅狀態下咧，慢慢蹲到兩隻腳90度。重點係兩隻腳嘅體重分佈要50-50。如果有膝關節痛嘅跑友咧，咁我哋就會建議將個下蹲幅度咧減少至30至40度，即係踎少啲，能夠維持一定嘅強度之餘咧，就唔至於加重你個膝頭哥嘅負擔。咁呢個做嘅下數咧，我哋都會建議連續做10下啦，2組咁樣嘅。嚟到2026年，我哋跑手其實唔應該淨係憑自己嘅感覺去放鬆自己肌肉，或者去改正自己個跑步方法。其實最應該係要有教練
指導跑姿同埋訓練方式，又或者透過一啲專業人士，例如物理治療師分析你嘅跑姿啦，做一啲動作嘅檢查，針對你嘅傷患同埋一個痛症，傳授一啲矯正嘅運動啦，同埋預防傷害嘅方法。如果你感覺到每一次跑完之後兩隻腳攰嘅位置同埋程度都好唔同嘅話，咁就代表緊你嘅足弓、腳腕、膝頭、髖、盤骨喺人體力學上出現咗一啲問題，可以係柔韌度啦、力量啦，又或者一啲協調嘅問題。咁我哋會建議及早去揾專業人士去處理。咁要記住2026年物理治療界嘅口號 ：Load is medicine, movement is catalyst。死等佢自己好，其實已經過時㗎啦。跑步其實係一場同自己身體嘅對話，唔好話被動咁等呢啲痛症消失，要主動咁去最佳化你自己身體嘅結構。呢3套動態嘅長度恢復術，建議可以放喺 warm up 同埋 cool down 嘅時候做。我係物理治療師 Edwin， 祝大家嚟緊越跑越有，最緊要無痛咁過終點。我哋下次見，拜拜。如果你覺得今條片有幫到你，記得俾個 like、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Mana Health Care 之後仲會有更多健康資訊同大家分享，希望可以成為你維持健康路上嘅好同伴。我哋下條片見啦！